备好啊未？嘿，要过来佚佗啊呢？爱佚佗啊，去倒位佚佗？哎呀，爱问你安尼对，要去倒佚我佗？对我行是不是？对啊，对你行。你今仔日要去倒位吼？要去倒，要去倒。去倒位是无共你有看卖，你敢有看过这？哦，这是啥？啊，花坛啦，花坛阮中华花坛啦，是，花坛就是万年花的故乡。嘿，万年花你知影是啥？万年花，万年花，万年花，嗯，芒草芒长花，芒草花是不是？万年花，茉莉花。万年花是茉莉花，对。嘿，但是这个牌啊，重点唔是一个所在啦，花坛，中华园林，这拢阮中华。是这种牌啊，是唔是足久之前才有的？对呢，伊写日语呢吼。日语呢，嘿即摆足困难看到呢。嘿，所以这到底是要去对？到底是要去对？咱来解答一下。对。哦，来，文坛，啊是单文。这我唔捌去过。啊，单文。嘿，但是今仔日的重点呢，就是爱坐火车去看老车站。哦，看老车站哦。是哦，嘿，啊，虽然呢，咱即马有高铁啊，有高速公路，但是呢，台湾有足侪老车站的风景实在是足水的。嘿，啊，今仔日咱要邀请恁大家来对。区间车，慢慢啊哭啊，轻巧噗噗，咱做伙来欣赏台湾的老车站。哦，安尼水哦，安尼吼，我甲我的气盛小队的小队员吼，甲因叫出来。今仔有来一个新的哦。哦。新朋友是不是？对。哦，来。婉晶表妹。婉晶表妹。阿晶啊，婉晶。集合啊！欢迎！哇！新来的，婉晶表妹，较早足细汉的，今摆已经嫁人啊呢。啊，有有生囡仔。生囡仔，你生几个？一个5岁啊。5岁啊？哇！啊，你家己是囡仔，搁生囡仔安尼吼？你嫁人生囝？是啊。啊，我拄过甲伊开讲半点外钟，我讲无参我时间呢。啊，啊，无先退票好势。刚才来你退，迄无济啦。拜托你啊，麻烦你啊。所以两位对这个铁路敢有了解，还是定定坐火车？老车站，我足熟的。你做啥？因为我自细汉就住在火车头附近，啊，我后头厝在嘉义站，啊，我即马住的所在在台中火车头。你住咧火车头？火车站边啊啦，啊，就是我即马带囡仔嘛，要转去后头厝啊，我有当时无赶时间的时阵啊，我都会坐区间车，都是安尼一站一站靠等伊，慢慢啊靠。真正是你讲的，因为看风景啊。对，啊，每一站拢无同款的风景，而且我几乎啦。做过站长，站长，你做站长？我几乎。哦，恁几乎？对，几乎。几乎是站长就对。啊，我细汉的时阵啊，无通好耍啊，我就会为家己坐火车啊，炸做侪菜，阮兜家己种的菜，啊，炸去台北，啊，搁坐火车搁转来。哦，再去台北买就对。做趣味的。无，互阮阿姨啦，无去买，不是买。哎，听起来做了解呢。真的，啊，你今仔日是？我惊噶。你今仔来骗广告？我唔是啊，我捌坐过火车啦。我较早我伫迄个苗栗读册啊，我伫苗栗读大专的时阵啊，拢爱坐火车转来家人嘛。啊，我坐做一摆，才知影讲啊，原来我坐火车吼，无要停家人。因为我来清醒，我已经到宜兰啦。啊，家人在跳过。因为我感觉刚才讲，我有去坐到迄个花东线，哦，伊若去坐花东线，伊就八岛嘛，伊到八岛了，伊就直接挖去到宜兰去。嘿，我定定拢拍无去呢。啊，志豪哥，你的年代是毋是足济？什么我的年代？这年代个荷兰人这啥话啊？这是老车站的车牌啊，车站牌。哦，站牌。这我的年纪我唔捌看，这可能冠军表妹应该捌看。但是咱的导览城市足熟的，足熟。啊，咱真济来。是哦，嘿，今仔日呢，我的导览城市呢，伊是伫
铁基路边啊大汉的囡仔，伊小学5年的时阵，就甲全台湾的车头、车站拢背起来哦。嘿，那有这用的啦，足用的，时间足济，拢无咧学车。嘿，但是呢，伊大学的时阵，已经全台湾200外的车站拢行透透。全台湾每一个车站伊拢去。是，嘿。啊，即马呢，伊做铁基路的志工已经25冬啊，伊甲铁基路当作是家己的爱人、小命命。这有感情。对啊，啊，今仔日就爱邀请我的导览先生，铁基路的情人马昌宏、马昌宏，小马哥。小马哥你好。哦，你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马哥。哦，水哦，小马哥，你今仔日甲我有一个考核是不是？对。来，开往环岛的岛南河特快车准备开路。啊，要上车的旅客，请赶紧上车。环岛呢？环岛你好，小马哥你好。你好。啊，你5年啊，你就全台湾的每一站你拢背出来。迄当阵啊。啊，今摆咧。即摆食老记忆较歹啊。试看。咱捡一条线来讲就好啊，好不好？好。哦，啊，咱就对海线开始啦。好，你要为对开始哈。啊，咱顶站出发嘛，哦，啊，就对丹门、大山、后人，哦，啊，龙岗、白沙屯、新埔，啊，通宵、万里、日南、大甲、嘉南，哦，嘉南就是即摆的台中港。哦。啊，清水、沙鹿、龙井、大都、对分，安尼海线。太爽哦！哇，完全正确呢。那这厉害啦！咱的导览先生感觉足有用吼，拢有时间去全台湾行透透。寒暑假的时阵，才有多做这款代志。哦。你开几个寒暑假，总共几工？无呢，我用2工。2工？212个车站。安尼就起来啊？嘿。那有可能。所以你讲每一个车站你拢做啥物代志？去到火车站，迄一个上人就走。就安尼。是打卡的感觉。比即摆快闪更较紧哦。哦。你做这件代志是因为什么？你要去？因为我要记录咱台湾的火车站。哦，咱火车站都几十年就变一届。哦，也是拄着重大的代志嘛会变。啊，所以咱即摆记录起来就是历史了。拄只迄个站名牌有无？嘿，这个是对阮祖厝挖出来。所以这是真的，迄个年代真正有咧用的。啊，这地是复刻版啊，伊真的是珐琅制的吼。哦。嘿，啊，因为阮阿公较早捌做过火炭站的站长啦。哦。嘿，啊，但是伊过身吼，过身了，物件就一直等伫祖厝。啊，一直到10几年前，阮阿嬷过身的时阵吼，啊。阮去祖厝去冰物件，才冰到这块牌啊！哦，我看吼，比如讲迄写花单下骹迄排，迄是英文字吗？嘿，拼音。夸蛋。哦，是安尼念哦。哦，夸蛋。这甲即摆迄个拼音无共款。无啊，你中华迄边怎念？啊？中华。小花。你个是小区话，对啊，系啊，安尼就对啊。安尼甲咱即摆发音无啥共款。无共。啊，这距离嘛是无共款啊。哦。咱遮有甲高雄哦，182公里，400公尺。哦，千米呢？那个千米就是公里呢。伊迄是距离哦。系啊。我想讲，迄一张票哪会遮贵啊？都要1000几块啊！哎，我嘛当作我俩真咧计小咧。所以你会遮介意火车，遮介意遮个老车站，应该就是因为阿公的关系，对不？对，我的血液内底拄到火车就会比较澎湃。对，想到火车的心内就是真强。铁基路 DNA。对，所以你看212个嘛，212个，今仔要经几个？应该是真趣味的代志。无咱今摆咱甲处理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老师准备。小马哥，来哟，欢迎。
大家好，我是半线剃刀文书工作室的剃刀小马哥，欢迎大家今仔日跟我坐火车来佚佗。老师，你等者，拄则伊讲伊是啥物剃刀？你讲一摆。半线，啥叫半线？啥半线？半线你啥唔是海线，唔是山线，唔是全线，是半线。哎，伊敢若要行一半尔，伊的钱敢若有够买一半尔，是唔是？不是平大，我的导览设计足用心的。半线，中华人，就是阮中华名叫半线。地号名？地号名。300年前，中华这个所在就叫半线。今年拄啊300年啦。300年，彰化建县300年。西元1723年，对，清雍正元年彰化建县。算是地号名哦。啊，彰化建县300年啦，演唱会我主持的。厉害！中华之光，谢，安尼大家知影啥物是半线？安尼会使介绍吗？咱即摆坐火车出发吼，咱要去山线甲海线呢。主要咱对倒出发，就是对咱的德南车站出发。德南车站，各位会使看到，这个德南车站吼，古色古香对无？哦，即摆已经看无啊，因为这是古站。好，即摆拆掉换新站，有看到无？差遮济。新的车站无共款，因为即摆新的车站伊的设计呢，叫做跨站式站房。啥物叫做跨站式？就是咱铁路工作人员呢，唔是伫这内底办公哦，伊是伫铁机路的正顶悬咧办公。下骹是下骹火车咧行，伊咧办公的所在是伫火车的正上方。这叫做跨站式的，这会使节省用地啦。系啦，新站遮就会使变做商业空间。好来，咱来遮出发了，咱就走海线嘛，有看到咱海线的列车，这。咱后一站就到新埔，海线顶佫看到海的所在，我无做，就干这段尔。咱就来到新埔吼，你来看新埔火车站，这个车站呢是咱台铁火车站离海边上近的一个车站，敢150公尺尔。所以伊伫个出门口，出来了，就会使看到海。你甲看这个站房。咱站房，咱即马海线有5个火车站是插座的，统称做海线5堡啦。就丹门、大山嘛，新埔、日南、甲对分，拄5个车站。这其中一个，伊这其实这日本时代从1922年建站到现在，用到即马，101年所以这应该袂使搁甲拆掉啊吧？袂拆，绝对袂拆。袂使讲一楼啊，搁甲拆掉啊。嘿，袂，伊即摆已经告知啊，你拆违反古迹法。嘿，所以这个车站是风景真好，真淳朴啦。嘿，伫遮有无门口咱就看到海印。嘿，你若心情无好的时阵去到遮会足好的呢。古早时阵车站拢是拉门的。敢若有诶，日本时代也用拖诶，门拢用拖。真诶拉门咧。这鸟眼窗，咱咧5个海线5堡啊，伊拢设计这个鸟眼窗，拄啊伫厝遐下骹。这就较早用来通风采光用诶。这嘛是伊诶特色啦。咱要去海边，要安怎行？咱就要看指标。来，海边出去左边。这毋是地名，伊是真正甲你讲海边有遐行。海边啊。是迄个所在叫海边，还是要甲你讲海边伫遐？海边伫遐啦，啦，但是这个英文怪怪吼。海边，对，即马即地较早有名呢，即地真正是红甲大家拢知影讲要去看海边即地牌啊，外国人绝对看无。即马即地啊已经剁掉去啊。伊发现有错误咱紧甲扳掉，所以即摆看无。咱去新埔的海堤会使看到遮伊的整个台湾海峡。往南看会使看到咱遮有看到几支烟筒有无？这通宵电厂。后来后一张。伫个新埔车站附近有一个秋茂园，我毋知有印象无？有细汉，我去演出过去秋茂园，你有去无？
我伫遐读册。你伫秋茂会晓读册？我头一届跟人约会就是伫遐，连我没啊，他妈有这人惊死，真正。有够刺激的，迄个人结束了就无够联络啊。是啊，伊是较早是黄秋茂先生吼，因为感念着讲伊做事业成功，感念着讲较早咱的囡仔拢无所在通去佚佗，所以伊台湾起2个秋茂园，一个伫台南，一个伫通霄。哦啊，所以这会就较早吼，我会记我小学的时阵吼，迄远足爱搁坐游览车去秋茂园佚佗。哦啊，这看伊内底一寡传统的故事啦，吼，像这就八仙嘛，哦。足恐怖呢，足恐怖吼，会吗？有一点仔恐怖，那是暗时。无啊，因为较早囡仔无啥人算恐怖嘛，是爱算。无要紧，暗时研究着过家己叮当。好来，下一张。哦，好来，过来，咱来对分车站。哦，咱甲拄只的新埔比起来，你有感觉对分较大站？是。哦，真正敢若正面就较阔。对分，吼，伊日文叫做奥伊瓦格，哦，就是分道的意思，分岔路啦，嘿，分岔路的意思。所以伊即个所在呢，吼，是拄啊好是成对线，啊甲海线的分叉路口，哦，所以叫做对分。哦，你若去日本足侪所在拢叫对分的，毋那一个尔嘿，哦，啊你，所以伊遮有需要搁较侪的工作人员咧作业，哦，所以基本上伊的车站对较大。我知为虾米爱搁较侪人伫遐做工课，因为足侪人爱买追分成功的车票。考试的时阵考试的时阵一定爱送你的好朋友。后来即摆迄票拢变做纪念票啦，吼，毋是咧买来坐车用的，嘿，拢做纪念的，吼，好，啊，来过来，咱来经过成对线了呢。哦，就来甲成功，马上成功，成功，对分到成功，哦啊，对分成功有两层的意义嘛，哦，一个是你要考试要录分数，哦啊追分成功，第二层的意义，哦，你若要录女朋友，哦准备要结婚呢，哦，迄叫做追分成功啊，哎，你敢知影？这个车站对我来讲嘛有一个非常重要意义，你敢知？你当然有放晒。唔是，差不多。安那？因为我做兵的时阵啊，去迄个成功岭做兵嘛，啊，我做无24点钟就去用验退，啊，迄个医官就讲你是迄个弱势，啊，我足紧张，我打电话甲阮爸讲，医官说我弱智，啊，就去用验退，啊，验退过灯工吼。过灯工啊，迄个班长足早的啊，足早就爱出发啦。一个班长就压一个兵嘛，啊，我带家人，我就为迄个成功车站安尼害一个达站啊，害甲家人拄好食暗，害到我等去厝他妈生骨刺。你敢知？迄个偌艰苦，坐偌久诶？欸，我总共安尼毋知困5遍，嘛是还袂到位啊。困5遍起来嘛是差不多到桃园尔啦。你困5遍，你就免做兵啊。所以我永远我就会记你这个车站。哦，安尼咱过成功了吼，咱就会来到台中车站。哦，各位有看到吼，这上新的第3代台中车站，即马是高架化啦。哦，啊，所以你来看所有的物件拢是新的。哦，啊，你有感觉奇怪，哪开3个门，啊，一个门哪关咧？是毋是歹去啊？你哪会知？啊，这就是天门歹去落去啊！你知？我卡住了。啊，因为落去了爱修理啊，哦，因为修理需要时间啊，拄迄个时间翕到。这你嘛爱记录？我记录起来啊，因为台中捌一个门歹去。足无聊。所以我说，佮甲咱问讲啥啦？这个门无开，啊，够你摇着。歹势，这有做装饰艺术，你知无？了解。第2代台中车站，哦，就是这间。哦，人咧讲的，叫做巴洛克风啦，其实不是啦，吼，伊是当初是这设计者吼，这设计师叫做成野金武，哦，他设计出来的房子叫做成野市。那成野金武这个人是日本时代吼，伊是派去欧洲留学第一批的学生啊，所以伊对欧洲学建筑转来了，伫日本国内，哦，捌设过迄个东京车站。啊，因为伊设计算足前卫，哦，伫迄个年代啦，伫日本因本土吼民风保守，哦，较少有人会去接受伊的设计，所以当初是足侪伊，包括伊啊吼，伊的学生拢过来台湾发展，留下足侪欧洲风味的那个建筑，哦，若有机会会使去迄个看嘛。啊，伊这主要特色就是伊的钟塔、机械屋顶，
哦，啊伊的封砖，咱一般条啊，就一支直直啊，就凸起来就好啊。结果伊的条啊，佫有雕花，有无？哇！哦，真水啊！这佫有咱台湾的生产的水果。莲雾。哦，这我想到圣家堂呢。巴塞隆纳圣家堂啊，有无？伊条顶悬嘛是有水果啊，啊嘛是有动物。就是讲伊结合当地的特色。咱台中站较早是咱中区哦，所有货物进出的一个所在。哦，所以台中车站是一个真重的，伫中部是足重要的车站。哦，啊，所以伊会融入当地的特色，这无简单啦吼。因为在台湾的车站内底，哦，就台中才有这个设计，哦，所以非常特殊。啊，因为咱第3代车站开始用啊嘛，第2代车站就废掉啊嘛。啊，废掉了，怎啊变做啥？叫做铁道文化园区啊。对。哦，所以伊会保存一寡较早旧的物件，包括这台火车，这是咱台湾第1代的自强号，哦，嘛是代替第1代的电联车。哦，这算从英国进口的。哦，咱较早的火车是拢细细角角、方方正正。但是伊第一届买的时阵呢，发现到它是有弧度的，有没有？哦。伊的绰号当年叫做英国贵妇。哦，跟那英国的一个贵妇同款，那个身段是很漂亮的哈。啊，因为后来因家报废的时阵，已经过30几年啊，哦，所以变做英国婆啊。伊的外号啦。哦，好来下一张。啊，这呢，哦，就是咱第1代济公号的火车头。哦，济公号是民国59年才有的。哦，啊，即马嘛已经报废啊，所以伊甲收藏伫遮。就像这有这完美照嘛，对吧？这个地方是园区，没有火车的，而且这生态就好的哦。你若去行铁路，爱注意，先那袂使行铁路，你知无？因为即马这生态就好，行佫会拄着蛇。哦，真的拄着蛇哦。真正有。后一届有去再去找看卖啦。哦，啊，这台车，哦，叫做光华号。哦，光华号，嘛捌听过，对无？这台车是民国55年10月31号开的啦，哦，开始开。迄当阵呢，哦，台北到高雄4点钟，佮45分就到。所以紧呢，足紧的啊。45分。系啊，啊，佮无车比这较紧的。哇！4点钟45分，即摆有个自强号，走比这较慢。哦，伊还佮有一个足大的优惠措施是啥物？你若买车票对台北买到高雄，中午佮送便当。哦，送铁路便当。送铁路便当，互你伫咧内底食。好来。咱山线吼，除了这几站，哦，咱这台中以外，哦，还佫有2个，哦，真有特色的车站。哦，啊，咱伫遮吼，互大家来约看嘛。看多2个车站。2个有特色的车站哦。提示，哦，校长兼讲经，哦，咱遮有一个提示的物品，哦，伫遮。迄啥？哦。一个是啊，这是怀表，怀表，这是票证，拍迄车票的嘛，真票，我嘛拄好有车票啊，你有车票？哦，较早就是安尼嘛，你哪有车票？哇，我嘛有呢，等，这是你有看到车票？一定对诶，对，我嘛有车票呢，这就是站务人员咧用的啦，啊，这就站长咧用的啦，怀表，啊，所以2项物件会伫咧同一个人的身上，啊，你有看到车票吼？有车票，有啊，有啊。啊，你有看到这已经正过的老车票嘛？哦，啊，你这什么型的？你去麦当劳的吼。是不是酸啊？三角形的。啊，你这个，你这是粗的，一个梯形。你无讲，我阁无咱摕做伙看嘛，无共的。无共。哦，我这麦当劳的。嘿，啊我这。无啦，麦当劳是我讲的。三个拢无共呢。每一站拢无共。这叫做密码。逐个车站吼，票证的形态拢无共款。哦，所以你若证了吼，咧车顶咧查票的时阵吼，你若要甲讲白贼话，讲我是对倒一站起来，结果甲这票证对袂起来，伊就知影你讲白贼。所以会甲你补票。哦，是安尼。所以伊康有伊的意思伫哩哦。意思，伊的代表。你这个票证出来变三角形的，我会使整一个看卖无？你整啊。哦，你看，这个三角的，啊，这个麦当劳的。咱这2个物件是爱摇啥物？就是摇一个车站，啊，这个车站就是吼，就是站务人员吼，集这2个东西于一身。嘿。拄则小马哥讲，这个怀表，那伫这个车站内底是谁摕？站长。站长摕。
啊，这个是站务人员。站务人员，但是全台湾敢若这个站是有一个人。啊，这个站是讲山线啦。咱山线。敢若这个站有一个人，这两个伊拢摕咧身躯。对。我感觉就有可能就是讲这个站哦。可能干那一个人你发落尔，所以必须要一个人爱做两个人的工作。就是安尼。哦，安尼你知无？对站。你安尼讲我完全了解啊。了解。我完全了解。我咧分析有道理无？有道理。刷刷嘛。等于你拄则讲的，等于白讲嘛。婉金小妹，你有？我嘛是有，应该是较细站啊，迄个人爱做无用的，做一工课。细站的。细站。小站。你今麦讲的嘛是我拄我讲的。我点点拢在刷刷啊，我就是。你讲越大很大。那个。虾米站？你虾米站来大暗健康的大暗时？竟然有人摇会出来，无简单。安尼泰安车站。哇，你来这个哦？是安那是这站。泰安的车站是代替第一个高架化的车站。哦，伫民国87年就开始用了吼。你也看伊的站房是伫咧高架桥的下骹，有无？哦。所以你看，伊若入去啊吼，你伫1楼爱买票，2楼加票，坐过3楼、4楼、8到5楼才有火车通坐。哇！伊个铁路是伫5楼。5楼悬，嘿。哦。是安那，或者校长兼讲真呢？因为即马这个车站的车站吼，它是叫做简易站。一天敢若派一个站务人员伫遮咧上班。所以规工，伊一个人，所以你若去哦，伊爱卖票，爱加票爱扫便所所以伊一个人爱冒所有的工课。所以有做校长兼讲真，这就是伊的月台。伊的月台顶，你有感觉甲咱一般的月台无啥共无？拢无人嘞。无，设备啦。设备啦有无共？栏杆。对，发现到啊吼，咱一般的月台无这栏杆啦。这主要就是伊伫咧5楼悬。风就大。伊伫咧，因为伊位置是大安溪河谷，寒人的时阵吼，迄北风就吹入来，风真透。惊人客去哩啊吼，若无张当装去互吹落去，哎呦，危险。所以伊会做这提栏杆是为着安全。这拢没讲呢吼。对啊。老师，毋过像泰安尼啊，就是校长兼讲真的，这款站敢坐？真济呢。真济哦。因为台铁人员拢在精简啊。所以其实真济站拢较早的站等都一直在降。所以。因为工作人员讲实在嘛真忝。我捌看过有迄落车站连一个人都拢无的呢。有啊，一个人都无呢。安尼，所以讲你若伫遐坐车拄到的，甲你开讲的，迄无一定是人。这恐怖好无啦。后一个咱就来介绍，来。好。后一个提示，繁华拢是梦。繁华拢是梦，要要啥物？这个所在呢，捌出产吼3项名产。第一项，这整啊，这是第一项，第二项，来木炭，真的呢，来哦，这啥？呀，咱们要这个车站吼，就是较早伊捌出产这，我有搭，小站哦，就是咱拄则摕出来迄个有无？迄个牌啊，花坛。阮中华花坛较早就是咧产这。我会当摇2站无？袂使。你凭啥物要讲摇2站？因为恁几乎是站长。无我摇吉。我想讲遐有。南投吉。这是毋是摇扣出来？毋是哦。我感觉应该是我会对。你对。沙拉是什么原因？因为啊。我读大学的时阵，这啊有一遍，阮同学招阮去因兜控油，就这3项物件。阮兜嘛有啊。伊带哩沙拉，无我给你一个提示啦，好不好？这提示2个字，叫做坡路。坡路做桥。健康的答案到底是啥呢？你讲什么所在？造桥，做桥。是毋是做桥咧？答案是。做桥。做桥哩对，做桥站，这个所在是一个小站，就甲你讲的同款。即马是叫做无人的招呼站。
哦，就是无人啦，你要坐车，你要家己入去月台顶管。啊，较早无电子票证的时代吼，这款车站要安坐车？要安怎？哦，无法度买票啊，所以伊就爱先上车后补票。嘿，伊去的时阵是1935年，哦，但是4月21号的时阵发生一件大代志。火烧的？唔是，关刀山大地震。哦，伫921进前上大的地震就1935年这个。哦，所以迄阵足侪车站拢去互俊杰倒去。哦，但是造桥因为是上新的工法，所以毫发无伤。哦，所以伫咧咱即个地震了后啊，吼，铁道部要起新的，就甲迄旧的车站拆掉，要起新的时阵吼，拢用造桥做蓝图吼，啊，用这就去起啊，包括即卖的东路啊，即卖的清水，这拢是地震了才去起的车站。伫造桥的边啊，哦，咱还佫有一个会使看的所在，就是咱的站长宿舍。这嘛是日本时代建筑啊。嘿，日本时代站长住伫遮，啊，即嘛是整理起来啦吼。啊，下一次吼，恁若有机会去甲造桥的时阵吼，会使来遮看卖。咱今仔日哦，山海线的导览吼，就是到这个所在。哦，感谢各位对我来去佚佗踅一日。哦，谢谢大家。哦，感谢小马哥。拄啊开场的时阵有讲哦，小马哥甲铁基路当作伊的情人、爱人、小命命，诶，倒背如流拢知影。但是伊有一个好朋友啊，是啥？介绍一下。的好朋友啦。自我伫彰化站做志工开始，哦，阮就有熟悉啊。伊就是咱的即卖的铁路局台中运务段的段长，哦，苏振林先生。来欢迎哦，欢迎你的好朋友苏振林。段长嘿。大家好，大家你好，对，大长出来感觉就像官员。嘿啊！所以恁两个斗阵20几年啊？哦，20多年哦。你是民国几年到几年做站长？哦，我民国91年到93年伫中华做站长，啊，就甲伊熟悉。是安那恁母也感情变甲遮好哈？因为阮铁路吼，我对这个铁路的文化，真有兴趣推广，所以阮办足侪铁路的活动，什么儿童铁路营啊，哦，什么蒸汽火车之旅啦，游轮式列车啦，车什么人手无够啊，伊是铁道迷足侪啊，还佫会考啊，所以我就叫小马哥甲我考一堆铁道的朋友来甲阮斗办活动，斗做阮遮的铁道文化推广的义工，所以会斗三个足侪。哦，便当，是哦，便当，上海便当，坐火车吼，上介幸福的就是吼，食铁路便当啊。是。食铁路便当吼，哪食哪抬杠啦。就是爱一块排骨啦，卤排骨，这个卤排骨啦。佫有恁中华上爱的控肉呢。佫控肉嘿，最后佫是控肉。控肉是我遮啦。哦，便当是坐火车最重要的火车味。上大的享受啦。哇！恁遮尔介意铁基路，介意这个车站，恁心中有一个车站是恁家己上爱的一站？那我家己，中嘛台中站啊，我要做过台中站长啊，迄建筑足水的，等小马哥有介绍，这是国家级古迹啦，嘛很有特色的车站，是中部吼，足侪人会怀念的所在，以前的人拢坐火车较侪啊，所以台中车站是很难忘的回忆，有真侪故事伫内底啦。小马哥你哦，我上介意的车站哦，叫做邦山。邦山是伫咧屏东吗？对。房山。台湾上南边的火车站就是邦山站。为啥介意？因为伊遐出去啥拢无人，连厝都无。你少年的就熟悉啊，咱有一张相片。这真久啊，这是台中站片。这是台中站片呗。大家来，有一个小马哥，你都一个小马哥都一个。请拿色的。请拿色的。对。是吗？对。请拿色的。团长嘞？团长嘞？来看一下哦，在哪里？
大张，大张是毋是无啊？迄你吗？迄人无一定攞出来。唔是，但係我做就啊，我知。正手邊第二個，對，攏無啥變呢。這張是民國幾年前的？嘛是94，我拄要來台中做站長的時陣。用要20年啊？嘛20年啊，20年啊，哦，都要去做站長的時陣。我有一個問題哦，你講你即馬是大長的工課到底愛做啥？管理我的社區吼。所有的車站，我的管區就是為德南的北邊一個墼頂，德南開始經過山線到海線，來到彰化，佮一直往南來到員林，田中二水，佮直線，這區這所有的車站加起來53個車站，我就負責這53個車站的管理啦。那是愛做。大長啊，站長管理啊，愛考核，愛動作，愛做訓練，是毋是？有影，我來訓練員工，所有的員工啦，吼，列車長啦，車站的站長、副站長啦，我攏愛訓練，因為這愛有行車安全，甲人客服務攏愛做。那今仔日有三個食便當的公的，敢會訓練？敢會該訓練？你講我公，我看伊有當時啊，迄火車到站哦，我才感覺因公。火車到站伊就開始，手勢。哇！開始收驚咧！伊無安尼一共這屆才會配啊！大家來攏安尼，大家攏安。你比了無標準，所以哪裡點糊啊？我來做這示範。你示範者。為什麼做這個動作？吼，我甲大家報告一下。愛學，愛考試哦。愛考試哦。即係講副站長啦，吼。副站長伊就負責火車安全嘛。阮火車還未入來進前，伊就愛先來月台頂。月台頂要看啥？火車要入來時陣愛看，要入來路線有障礙物底下無？先看有物件落佇軌道無？還是有人去跋落無？吼，無問題講，路線好來，就是安全呢。路線，路線，好來，all right，就對了。路線，我按定，阿丁講，比丁講，對，路線，all right，你若比電視台比面頂。路線就比路線，這個叫做這個手勢哈，眼到、口到、手到，都會聽得到。三項攏愛有，攏愛有，對。火車進站了，咱列車長要先開一個車門，袂使攏開哦，先開一個車門，吼，落來月台看，火車停的位停對啊唔對？停車停了無唔對，安好。就愛甲所有車門攏愛拍開，所有車門拍開了，你愛落來看，我就先比頭前全部車門全開，頭前的車門攏有拍開，過來看後邊車門有拍開無？後端車門全開，愛比愛看，手愛比愛看，門攏開，因為有當時各種門無拍開啊，人客無來啊。袂使哩，所以咧確定車門攏開，人客攏落車了後，就來等，時間夾得要到啊，副站長都要開車，好，人客就上車，上車上了，我關門都要看，車門有沒有全關？車門全關，後端車門全關，前端車門全關，再開來車頂。副站長都愛給我做工課啊，都愛甲車長講，旅客上車我來。旅客上車 ，all right，這是旅客上車。人客攏上車，車長就甲門攏關起來。關起來就要開車嘛。時間到啊，車頂啊，就愛甲司機比啥？開車 all right。開車。到時再開車。司機家己佇車頂嘛愛畫，伊嘛愛畫。時間到，後置 all right，開車。所以攏愛畫，這為着啥？安全，真正唔是咧這屆呢，唔是咧這屆，是 all right 呢。all right。今仔日若是三個愛報名，愛應徵新的職位，愛考試，都愛考啊。你的題目是啥？
爱考2题。哦，我一个考头早副站长爱做啥？嘿，咱今仔日爱评分，等爱评分，互你一个严厉的。你即摆要你甲你鼓掌。这啥？体育局拢是安尼考试。我唔知咧。招票。我要来考高铁，我要考你一个。啊，高铁嘛共款来做，共款。无遐简单啦，所以你无过都要个牵落就对啊。对。这啥？看表现。副站长来，副站长你来。我啦，你来。副站长不要再来，你来这。来，你先过，我副站长，你先考试，嘿，对，你再个牵落。这需要做美女列车长啊。我列车长哦，安尼我知，我先开一个门，对，看有伫5车，就爱伫5车的所在。啊，答对了，健考。过来，开全部的门。啊，对。过来，看门有开。哦，爱闭哦。头前。哦，头前的。这排门拢开啊！哇，你给了，安尼拢会当落来啊！哎，就很落来。啊，对啊。过关吗？过关。我你买对。这副站长啊，副站长较复杂哦。副站长嘛无提示哦。大弟，你讲这水的爱做啥？美女列车长，列车长，帅哥站长，帅哥站长，火车这边来进前，你爱出吗？火车要来进前，爱先去打。爱买票。火车要来进前，你爱来月台等火车嘛？对，啊嘿，啊看讲迄个铁轨路顶头有啥物障碍物无？哦，还是有人卧轨嘛？哦，对，就恐怖。嘿，啊就安尼嘛吼，安尼。比安尼嘛。啊，电车线咧。哦，哈啥？电车线买。哦，无电车线。哦，啊你拍到这紧，什么？进攻较紧的啦。电车线。我一个机会啦。啊，个人。你拍正经的。这安全问题了，安全问题。哦，我讲一摆嘛吼，迄个安尼嘛，哎，安尼啊，电车线，啊个安尼嘛，老船无问题。你觉得你太入戏了，拎紧，有关人命啊！安全。我这世人绝对无可能去坐火车。我坐火车，我家己开车。你想讲坐火车，但是爱坐火车。好，继续。上尾一题。这边开车的时阵，爱甲司机比什么物件？比什么？路上小心哦！我袂记你啊！你甲司机就这代志，司机嘛，甲司機講，好啦，你冇代志啊嘛？過關啦，過關啦，未歹啦，未歹。啊，你免哦，你我免啦，你愛，啊，那互你較簡單的，較難的就伊迄條上來，啊，所以你就對伊迄條就好。我對伊迄條，對伊迄條，對伊。做車子站定，要學幾啊遍啊？安尼啊。All right， 我偷，你講我怕咩就？來 ，All right，來，你的問題上大啲對你知啊？你的 All right 上標準。大長來，大長你講你的 All right。路線 All right。我唔對，我都係講 All right， 你講 All right， 哎呦，對啦。趣味啊咧！阮討論一下嘿，過關無？大長來啊，小馬哥啊來啊，甲咱介紹這個老車站。哦。啊，恁安尼聽了後，你敢會想講要對小馬哥去看這個老車站去行？我甲你講啦，若想要去有無？小馬哥你行遮。若想要去哦，你即馬咱就徛咧伊後壁，啊，肩胛頭較大咧，啊那小火車。啊，若無想要去就甲加落。大啦，你介紹這上面好啦，我就靠摸，老師，好啦，你若無想要去哦，
你就莫上车，你留咧外大车就好啊。哦，该送，好不好？哦。后来要去的上车。哦，咱一定上车啦！来哦。这个人要去啊。要去哈。哎，这个人要去。好惊。啊，我无想要对，我无想要。你之前啊，无爱来，你招我人呢？无啦，我嘛来个便当。来。等你足久啊，等你足久啊，安尼会使，安尼我才上车啦。我来来去好啦，开始啊，走行诶，做来看老车站诶，来去嘿嘿。哎呦，都有上车哦！啊，观众朋友，恁若是介意今仔日的导览哦，一定爱定定收看海海导览城市。啊，你若是有故事爱跟大家讲，嘛爱来海海导览城市哦，咱来。